屌你老母！今日最大新聞唔使講啦，一定係呢個一定係呢個香港發牌免費電視牌嘅呢件事啦。咁其實本身係好事嚟嘅，引入競爭啊嘛，即係你多兩間多三間，其實你分別唔大嘅啫。但係好衰唔衰，政府又戇撚鳩鳩咁樣，就俾兩間又唔俾一間，咁啊仲推埋一個本身個底已經花撚晒嘅局長出嚟做個記者會笑口噬噬咁樣，但係要講埋晒啲交論喎，即係我諗。而家群情洶湧、萬人圍屌，其中一個原因，除咗話係大細超發牌，又唔發俾阿王維基，就發俾另外兩個。屌你老母！嗰兩間乜撚嘢？奇妙電視同香港乜撚嘢電視娛樂？屌你老母！你去 Google search 下，睇下揾唔揾到佢網頁啊？睇下揾唔揾到佢 Facebook 啊？仆街！屌，根撚本兩間公司拍埋去香港電視度，根本就好似屌你老母乜撚嘢都未做咁樣，咁啊戇鳩鳩咁啊攞咗個牌喎，撲你個街最撚唔鋸，點解啲人最撚唔鋸？我覺得嗱，而家10幾萬人圍屌緊呢個蘇錦良，圍屌緊呢單咁嘅撲街咩發牌事件，屌你老母講乜撚嘢啊？蘇錦良話。已經考慮咗一籃子嘅咩乜撚嘢因素，包括節目策劃能力、經營環境、經營者競爭力、顧問報告、仆街申請內容、管理局建議。我屌你老母，講完一大輪嘢，乜撚嘢公眾意見、廣播政策咩長遠經營能力，仆你個街，咁即係點啫？屌你，咁即係咁你屌你老母，你乜撚嘢考試你都要評分啊！你咪就咁噏一大堆嘢之後就話 OK， 就總之呢兩間就得，嗰兩間其中一間就唔得。喂，但係撲你街，你連網頁都未有 ，Facebook page 都未有，你點撚樣叫人哋相信你講嘅嘢先？好啦，呢個都唔計啦。屌你，奇妙電視講緊乜撚嘢？講緊頭6年嗰個投資額係超過10億港紙，香港電視娛樂講緊係頭3年6億，超過6億港紙。我仆街，人哋係王維基已經講緊話成個藍圖係講緊掉幾廿億落去搞呢個電視台，瞓身落去搞。我屌你即係除咗錢方面你 feel 到佢嗰種熱誠啦，係嘛？咁家產，連個仔都賣咗佢，連香港電訊都賣撚咗佢之後。乜牌都未有，拍劇請700人，冚家產。仲有最撚戇鳩嘅就原撚全冇交代清楚乜撚嘢顧問報告內容，點樣叫做香港承受唔到5間免費電視台？仆你個街！電視廣播上市公司嚟嘅。咁我哋睇佢年報，屌你老母！過去嗰6年，07年到2012年，07年到2012年，屌你，營業額差唔多300億，賺嘅股東應佔利潤6年78億，派息52億。毛利率基本上維持喺60%，最低嗰年08年金融海嘯54% 毛利，54% 毛利，仆街！香港做乜撚嘢生意咁撚賺啊？屌你！純利率仲撚誇張，純利率30%啊！仆街！舊年係32%，13年上半年30%。屌老母！大陸賣樓都賺唔撚到咁多錢啦，冚家產！即係咁撚樣叫做話，乜嘢經營環境不能夠承受，撲街！屌你呃邊撚個啊？即係當香港人係傻仔咁咩？屌你老母嘅！
之後發牌又戇鳩嘅，發俾嗰兩間冚家產啫。呢間乜撚嘢？有線寬頻真係冚家富貴。07年到12年係大 Q 鑊到差唔多年年蝕錢嘅，除咗07年之外，撲街6年落嚟蝕咗7億嘅。屌老母！呢間公司係咪路嚟㗎？屌你！咁嘅公司咁嘅執行能力，即係我唔排除，即係我都好相信佢入邊做製作嘅員工係非常認真嘅，我自己都中意睇嘅節目。但係屌你間公司係咁樣蝕錢嘅，你都可以俾個牌佢，反而即係我作為消費者，你話維持一個健康嘅市場，我屌你我消費者我最緊要好睇嘅嘢啫，仆街！屌你間嘢唔撚賺錢，即係啲人唔中意啦。你唔中意，你又掉咗個牌俾佢，咁做乜鳩嘢啫？即係你話唔係咩政治審查，即係揾鬼信咩？仆你個街啫，真係好撚興。